继续来讲，台湾囡仔太厉害了。南投高中代表台湾到泰国参加亚洲杯游大赛的锦标赛，要坐冠军的决赛是咱甲地主泰国队的拼战。而规个比赛场拢是为泰国队加油的沉重的压力之下，咱南投高中的学生也是冷静来应战，克服着心理的压力。结果男子组甲女子组拢以2-0打败泰国队，摕到双料的冠军。开始决赛，穿黑色运动衫是代表台湾的南投高中的男子队，甲这个穿蓝色制服的地主队泰国队，要拼亚洲杯的冠军。慢慢拉，慢去。拄开始，南投高中较输面队员拢和泰国队扭咧行，尤其是现场拢是替泰国队加油的声音。不过因真冷静，赢第一局。虽然第二局换平，南投高中的代表队真轻松摕到第二局3战2胜，摕到冠军。虽然同款是南投高中女子代表队，嘛是以2-0的压倒性优势摕到女子组的冠军，光荣回光。我觉得他们的实力跟我们就是动作都跟我们差不多一样。那最后赢的关键是什么？意志力吧。因为他们重量也比我们重。对，所以就是他们是我们最大的对手。教练讲，为着比赛，代表队每一天早起6点就开始练走甲耐力的训练，暗2了爱搁留来做重量训练，连休热嘛无休困。除了这确实的训练，嘛爱搁克服伫泰国现场拢是为地主队加油的心理压力，才法度如愿得到冠军。